然后做些人边草，迄个边草甲青啊草共成一条，但是迄边草的生命比青啊较强。阮老爸讲，迄丛边草咯对丛，迄丛口价啦，我拢对笑啊口价，我你对笑口价，哎，迄丛迄大丛，迄丛大10岁丛就青啊呢，迄丛就是边草啊。咱唔知影迄丛边会青啊。咱进即个物件，进入咱的心田，咱家己唔知讲咱的念头是啥物念头，你听无？咱是众生的念头，还是阮的念头？你家己搞不清楚就听无？就是我咧讲迄块蚕所种的，迄枯蚕，迄边草的生命，你规压落拢有迄只，普遍都发特别紧。啊，迄发特别紧了后，特别关响边草，但是你若有见拄着，迄七个讲了安，就我规拢会吸收。安尼敢听意思？咱今日咧想学，若无把即个杂念，把即个细把即个味好讲做清楚了。伊会做清楚，即站就边草，即站就是迄个时阵啊，七啊，伊会做清楚，即个就重视，即个阮才害死你，互你更加做不对咯。你若无做清楚，要你若回头，你会怎？你会惊我什么看？你咧大红光明，你讲，大红光明，大红光明，你后日人咧挂起，拢过来清理挂，后日你挂起，拢挂草的，人咧挂树，你咧挂草，因为咱讲，因为你种的时阵，你唔知你的方向对，边草啊，其他差别，所以规边拢压去，但是迄大山咧，拢无路，所以一定要了解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啦。外教入门清净，灵波流业自天。入门清净，什么叫入门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这个叫入。这个入清净。入门清净，你这入门无了。所以我过去捌讲一句话，但地道论有一句讲，只有一根线啊，分类两项线，只要一根线，只有一根线啦，只有一根线。分类两项线，一根就是啦。好，这个一根就是我这个分字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好，这个叫合适。眼就是根哦，耳根、鼻根、身根、意根。其实，这种同一条根，叫做只要一根线。好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这个叫根。所以，我讲入门清净，这6个门啊，目睭，好，耳孔、眼门、耳门、鼻门、嘴门、心门、意门，叫做咱5门。好。这入门，因为安怎无清净，只要入门清净，外教入门清，咱这种上外嘛，咱你必须心意，这目睭、鼻啊、耳孔、心意这变化。好，但是因为这入门这是一根，但是一根的内底当中，一点叫做色，声、香。味、触、法，这个叫做根啊。若伊若伊到了讲起叫做根，根就是会念，叫做染污性，这会理念的物件。但是因眼去念着色，耳去念着声，鼻啊去念着香，舌去念着味。心里咧就触，触，
伊迄种叫法，叫做法定，这叫做六定六定。那伊甲你讲哦，免咱量门清净，这六个门免咱清净。目睭看到，袂生心；耳孔听到，袂起心；鼻仔闻到，袂动心；喙食到，无分别心；心触到，袂起妄心；意袂良心。所以呢，这个眼耳鼻舌二者五项去了解话题内底当中，袂互心起着一个妄想，安尼叫做清净。咱也互这触到，眼触着色，耳触着声。电这个对应嘛，眼甲色，耳甲声，迄个做耳甲声，鼻甲舌，味迄个舌甲味，舌甲触，这叫做这叫做上高嘛，这叫做上高嘛。我看到，安尼叫做触，安尼叫做感触着。但感触内底当中，你这心有清净无？我去听到人讲的，安尼就清净无？我就讲这个。我看到墙作水的，我心啊就起上，我作爱，迄种叫做点。所以我想讲，每一天内底有一项，无上深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。五急见闻必受持，原解讲的这是五急见，咱看到啥物件？闻见闻，我看到啥物件？得啥物件？你受啥物件？你要吃啥物件？如果你今日看到有看到，见你若有看到，你若执着，其实你的心一定不见。见而不见，我看到，我无相信；我听到，我无动心。所以我过去常讲，凡人，凡俗的人，人讲看不离身心，听声而动心，这叫做凡人、庸人啊。天人叫做不见不生心，不听不动心。不见我看到，我就袂生心；我听我就袂去动心。这叫做凡人啊，叫做言人啊，你听无？相信我看就好啊啦。性言是见而不动心，听而不生心，安尼讲听无？性言我看到，我袂动心；听到我袂生心。你打学了我嘛受伤，你打错你打批评我嘛受伤，安尼讲有意思。所以这个境界就是啥？就是咱你必须伊落实了后，伊叫做哪？我照了不清净。毋是拢无看到我，我目睭看到清净，我耳听到嘛清净，鼻仔闻到嘛清净，喙食到味我嘛清净，触到我嘛清净，意念我嘛打我嘛袂打妄想我嘛清净，安尼叫做量有清净。六破六欲诸天，啥物六欲？这个行叫做六欲。色声香味叫做六欲，这诸天。量你眼触着色，眼你触着色，耳去触着声，鼻仔触着香，味迄个喙去触着味，心去触着触，意去触着法，安尼叫做这叫做诸天，六欲诸天。欲叫做用念，互你生用念嘛。那安尼毋是叫你冒出着，咱来了解。目睭清怎？怎么看到？无看到清净，还是看到清净？迄是境界，就是看到你伫你内心的内底，作自在、作自然内底当中，迄个境界，毋是道片迄个境界，毋是道片迄个境界。你看到袂生心、袂动念，迄个境界。安尼讲听？咱今日去教练场咧开车，教练场啦，上坡起步啦，路边停车啦。我哋教练场迄个考试，考介绍你听无？来介绍考个，路边停车上坡起步，咧教你行过，介绍我考着。你考这介绍，你水拢较屎。考着介绍，足侪人敢出外口屎呢？你听无？足侪人敢出屎呢？因为迄是一个形式，一个形式，
互你今日去互你知影，但是你出到外口，真正你面对着迄无规矩的，你只车要来弄啦，迄人要来撞啦，你是后头要来撞啦，你有法度控制好势。咱今日修道的比比庙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出到外口，迄有了我你会干哪算呢？你拄着你甲看卖啊，比比是人咧干哪算无？嘛阿弥陀佛呢？真正呢，出外口看有规矩咧啦。我意思讲，你今日去，无论你伫什么环境内底当中，你遇到什么代志，你拢活得自在。迄叫做人品。毋是我今日去爱选择，你对着所在我才会清净。咱讲的时阵啦，来到学堂咧修佛道，对到厝咧修百道，安尼才袂清净。咱的学堂咧修佛道，对到厝咧修百道。你道中讲着惊死人，你做错小死人，咱敢毋是修道？所以你无论什么环境内底当中呢，你就是内教。若无清净，你家己爱控制家己的个性，无受养。咱在咧看六角自天，六角就是咧讲啥方面的，你定要知影自性内教，三毒七毒，自性内教，咱自叫啥？迄个清净无量的发生叫做内教。你的思想无理念，迄个叫做你的思想无理念，叫做自性。迄个就袂讲发光明，迄个无理念、无思维、无对立、无怨恶、无希望、无希望、无这物件，迄个叫做哪？迄个叫自性来讲。三毒即毒，三毒贪嗔痴。咱我想讲，这间厝转起来，可能我看伊换的。这间厝人家开倒，伊换都无去，是安怎起来三毒第二咱的心？就是因为你的自性无落下，这间厝我讲定定来换，安尼讲听有意思。这间厝人开倒，换都无去啊！是安怎咱有三毒？就是你的心无落下，你的心无公平。所以咱的心变到公平，透过咱修道，不管是内教，咱内心的境界。那安尼三毒无，地甲个顶做就无去啊。地甲面对，地甲面做了我们所在，地甲面出来心，心的来对。一定这是地甲，一定先就是天道。咱过去我听一个将军啊，迄过去我听过，讲有一日。讲要去拜见的时阵啊，师伊遐念经，伊遐煞，迄个将军啊穿甲的时阵啊，好安尼，美丽婷婷，有一支迄个时阵啊，迄个将军过着佩剑刀，迄个武士刀啊，上面混的武士。这将军就咧请教这个师啊，我请教有天龙甲地甲无？这个师就甲讲。你这将军，你要问我这个问题，我看你当是将军，我看你是一个赌夫啊，赌夫你听无？还记个啦？我看你是一个，看便衣啊，一个，互伊感觉一无所有。这将军听会受袂？掠无啊，介刀出价，你变甲抬咧，阿弥陀佛，地甲变钱。安尼就地甲，当然这个将军嘛知影，伊既然要了解地甲甲天道，伊也确实嘛知影。听着名，伊家己做见笑，怎为咧？忏悔，阿弥陀佛，天龙变钱。天龙伫当下，咱今日去三毒度，咱天龙变钱，地甲个点做就无去，一时就消灭了，一时就消灭了。内外并贴，不异西方；内外并贴，内外我拢方面。内心照着一切，从伊讲到偏到解，不异西方，不异，毋是就一定爱去到西方，不异就到西方，当下就是西方啊。所以不作处修，如何到屁？那你无按照安尼做，因为不作处修，你无安尼做，无安尼修，你如何倒屁？屁就
安怎报销？无可能去报销。所以是讲当中讲讲，修道的意境，你咧心灵的说，毋是你作用的所在，毋是我今日到倒一个所在，你修道道，我伫倒一个修道，今日迄个道你对修，你今日家庭爱家庭爱修道，你今日去你公司，你爱公司爱修道，你要有咱一粒平等的心，平等的心。 毋通讲我今日去伫我厝，啊我伫家庭，啊我伫社会，即个心无相像。所以咱若做来讲平衡性自性定，平等性伫咱即个心无定。所以你修行道内底当中，心无邪，何处为人歹？自由道无法即西方。心伫对，伫无邪内底；人歹伫对，伫智道内底。 西方面对是无邪的，无邪就是西方，邪不净，所以讲心无邪，哦，好出来智道无法是西方，所以西方甲中国拢是伫咱这心内底，所以如果咱来当安尼做，落我面前，那这定位西方，不做初修，如何倒闭？你唔照安尼行，你行是要到要安怎受我迄西方世界？ 咱若做奇怪，平常我修道咧，是讲要写西方来当西方，有一摆较奇怪咧，讲要请图书来拍啥？较早我老爸伊咧吼，阮阿公转的时阵，迄是我师孙仔来问阮老爸，我怎？要甲阿伯拍一个城无？拍一个城啦。 啊，要甲当一个西方面，要做一个，要甲做一个，要甲做一个西方啦吼，啊，要甲开一个分路无，啊，要甲做一个邮差无，啊，要甲创一个脑的，连一大笔连连50万。阮老爸讲，阮老爸甲迄个讲，阮老爸有亲口所在，迄种免拍城。阮老爸讲，你是怪手使的去到的时阵啊，迄个都夹甲，你使讲啊高咧。 第二看咧，你只过手来使用搞你长方面倒去啊！你今日要拍城，遐简单的拍城，啊，若拍咧，迄个乌树，你迄个倒乌鸦尾啊，你迄个倒鬼魂怎么走倒出来？啊，你要看迄个倒转来，所以世间啦吼，当然啦吼，人讲骂人无人放吼，骂人无人放，啊，答人死人因啊。 啊，死人因是答袂着，你袂信。今日讲，你自你要甲做西公，迄个字你会甲5年、6年，你一个主持事咧，你甲布施，较赢过来收费，迄那是真啊对着。所以一定要定，一定要正确。所以这点当中，咱就清楚。所以今仔吼，那时间到了门口吼，啊，咱讲我这个所在。 啊，当然，那有理想所在吼，还有各位现在的后面吼，最后叫人各位大家相信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这不平日为人道公，公道公。地方上公交老师3公里人道1公，在1公，3公。这不平日为公，公道1公，在1公，3公。这不平日为公。暑假上公交老师3公里人道1公。 在公，3公，暑假前1公，送调后前1公，暑假前1公，公道1公，在1公，3公，暑假前1公，暑假后前1公，暑假前1公。好。
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好，辛苦。好，没。